人气餐饮开饭川食堂正式进驻台南大圆柏6楼，占地90坪，共有140个座位。不仅是品牌在台南的第3家店，也是集团全台第94间门市的重要布点。庆祝开幕，开饭成功店特别推出好礼3重送的活动。开幕期间的话，我们有3个主要的开幕活动。那首先呢是目前前来消费的话，打卡的话，我们会赠送我们的仙草奶冻。那在12月14号前呢，加入我们的会员也会赠送1张梅汁2弄机的兑换券。那来门市消费、内用消费的话，也会赠送1张催泪弹的优惠券。舒适宽敞的用餐环境，充满麻辣鲜香的菜色，吸引许多喜爱川味的饕客上门尝鲜，像是回甘酸菜鱼、口水鸡、梅干咸烧白等各道川味菜肴都是必点的菜色，让人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。像我们最著名的就是我们的流口水鸡，它是搭配我们特制的胡麻酱，淋上盐焗鸡之后是非常下饭的一道料理。那像是经典的四川的麻婆烧豆腐，也是吃辣的客人很喜欢的。那也有现在近几年非常流行的回甘酸菜鱼，那搭配的 Q 弹的乌里鱼片，那也是非常深受大众喜爱的一道料理。那甚至我们也有不辣的菜色，像是我们的梅干咸烧白，像是我们的梅汁2弄鸡，那甚至针对小朋友也很喜欢的虾扯蛋，甚至是蟹黄烧豆腐，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些老少咸宜的菜色。不只是美味，开饭川食堂也结合时趣，特别与人气动漫《厨神小当家》联名推出经典菜色大魔术熊猫豆腐，致敬漫画中出现过的料理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